好，我想你而家做一樣嘢，望一望你身邊，無論你係喺屋企、喺公司定係喺街度，你行去最近嘅一間便利店、一部汽水機，或者你自己個雪櫃度，我敢同你打賭，你一定會揾到一樣嘢，一罐紅色嘅 Coca-Cola， 或者至少係佢旗下嘅其中一隻飲品。你可能覺得咁有咩出奇？出奇嘅地方就係呢罐嘢喺140年前，只不過係一個南北戰爭之後嗎啡上癮嘅退伍軍人喺美國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 Atlanta 一間殘殘舊舊嘅藥房地牢入邊，用一個大鐵鑊煲出嚟嘅嘢，而且嗰鑊嘢入邊係有可卡因嘅。你冇聽錯，可卡因即係 cocaine 毒品。佢第一年只係賣咗$50，連買材料嘅錢都蝕埋。而嗰個發明佢嘅人臨死嗰陣身無分文，連自己嘅配方都賣埋俾人，完全唔知道自己整出嚟嘅嗰鑊糖水日後會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值錢嘅產品。你話誇唔誇張？離唔離譜？一杯原本賣5美仙嘅嘢，今日背後嗰間公司值成$3000億。3000億係咩概念呢？即係你每個禮拜中一次6合彩頭獎，你要連續中成幾千年先追得上呢間公司嘅市值。而呢間公司賣嘅嘢就係糖同水，再泵啲氣落去。你阿嫲嘅廚房都有糖同水，但佢哋就係有本事將呢兩樣最普通嘅嘢溝埋一齊，加啲氣泡，變成全地球最多人認得嘅品牌。而認得嘅程度去到咩地步呢？全球96%嘅人見到嗰個紅色標誌就知道係 Coca-Cola。96%喎，即係世界上認得 Coca-Cola 嘅人，可能仲多過認得自己國家國旗嘅人。你未必記得佛德國嘅國旗係乜色，但你實認得 Coca-Cola 係紅色嘅。而你以為你唔飲曲就同呢間公司冇關係。Sorry 啦朋友，你飲嘅 Fanta 係佢嘅， Sprite 係佢嘅， Minute Maid 果汁係佢嘅， Dasani 水係佢嘅， Powerade 運動飲品係佢嘅，連你覺得自己好有品味行入去 Costa Coffee 買嗰杯 Latte 嗰間 Costa 都係佢嘅。Coca-Cola 喺2019年用39億英鎊，大概408億港幣買咗返嚟。呢間公司擁有超過500個品牌，3500種飲品。你如果每日飲一種唔重複，你要飲足9年先飲得晒。佢哋嘅產品喺全世界超過200個國家都有得賣，得2個國家買唔到，古巴同北韓。你就算同美國反面，反到要互相射飛彈嘅程度，你都仲飲得到可口可樂。你睇下伊朗就知。咁但係古巴同北韓呢，一罐都冇。連 Coca-Cola 都去唔到嘅地方，你覺得仲會有啲乜？但最離譜嘅唔係呢啲數字，最離譜嘅係呢間公司背後嗰個故事。因為可口可樂嘅歷史入邊，有啲嘢真係離譜到你覺得係作出嚟嘅。呢間公司嘅老闆試過收人$1就簽咗張合約，俾咗2個律師喺成個美國賣可口可樂。嗰張$1嘅合約後嚟值幾百億。呢間公司曾經跟住美軍去打第2次世界大戰，一路打仗，一路喺全世界起汽水廠。打完仗之後，啲廠唔拆，人唔走，順手就將可口可樂留喺幾十個國家度落地生根。佢哋內部叫呢個做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嘅免費試飲活動。你今日認得嘅嗰個肥肥地着紅衫笑哈哈嘅聖誕老人個樣，喺可口可樂嘅廣告出現之前，其實冇統一嘅樣貌。以前啲聖誕老人有時係綠色嘅，有時係瘦嘅，有時仲幾恐怖嘅。後來係可口可樂年年喺廣告度畫同一個樣嘅聖誕老人，畫咗30幾年，畫到全世界嘅人都覺得聖誕老人就應該係咁嘅樣。佢哋試過改配方推出 New Coke， 結果全美國人嬲到好似俾人搶走咗佢哋嘅初戀情人咁，每日打8000個電話去投訴。連古巴嘅 Fidel Castro 都要出嚟講句呢個係美國衰落嘅證據。然後可口可樂跪低道歉，換翻舊配方，銷量反而仲高過改之前。可能係商業史上唯一一次搞到一鑊粥反而賺到笑嘅故事。而全世界最出名嘅投資者 Warren Buffett， 佢買可口可樂股票買咗幾十年，賺咗超過200億美金。有人問佢，如果一世人淨係可以揸隻股票，佢會揀邊隻？佢諗都唔諗就答可口可樂。你諗下，一個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叻投資嘅人，揸過幾百隻股票，最中意嘅係一間賣糖水嘅公司。所以今日呢條片，我哋就由最開頭講起。一個受傷嘅軍人，一間藥房嘅地牢，一鑊加咗可卡因嘅糖水，點樣經歷過戰爭，經歷過禁酒令，經歷過大蕭條，經歷過2次世界大戰，經歷過可樂戰爭，
經歷過史上最大嘅公關災難，然後一步一步變成全地球最強、最值錢、最多人認得嘅品牌。一個你以為只係一罐汽水，但係其實係一部橫跨140年嘅美國資本主義史詩嘅故事。準備好未？我哋開始。要講可口可樂嘅故事，我哋要由一個好慘嘅人講起。佢慘到咩程度呢？呢個人一生都冇享受過自己創造出嚟嘅成果。佢死嗰陣身無分文，疾病纏身，仲係一個道友。而佢發明嘅嘢後來值幾千億美金。呢個人叫 John Steve Pemberton， 出生喺1831年美國 Georgia 州嘅 Knoxville。佢細個嘅時候大概都冇諗過自己嘅名會喺百幾年之後出現喺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嘅汽水樽上邊。雖然佢嘅名其實從來都冇印上去過，因為嗰個名叫可口可樂，唔叫 Pemberton Cola。呢個可能已經係佢人生悲劇嘅第一個伏筆。Pemberton 後生嗰陣算係一個幾叻嘅人，10幾歲就去讀醫，畢業之後攞到藥劑師牌照，搬去 Georgia 一個小鎮開始做 druggist， 即係當年嘅藥房佬，賣下藥，整下藥膏，配下藥水，仲娶咗老婆，生咗仔。本來一切都好正路，係一個普通中產美國人嘅幸福人生。但係歷史呢家嘢就係咁，你想安安分分過自己嘅生活，偏偏時代唔俾，因為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咗。Pemberton 諗都唔諗就着咗軍裝上戰場，喺戰場上面打生打死，做到 Lieutenant 即係中尉。然後有一日佢俾人用軍刀斬咗一下，嗰下斬得幾重呢？重到佢嘅軍醫覺得呢個人應該冇得救啦，所以就俾咗嗎啡佢食，本意係想佢舒舒服服咁走，算係對佢最後嘅仁慈。但係 Pemberton 偏偏冇死，佢奇蹟咁捱過咗，命係保住咗。不過代價係佢由嗰日開始就對嗎啡上癮，而且係嗰種唔食就會死，食咗又慢慢攞你命嗰種上癮。呢個就係當時成千上萬嘅南北戰爭退伍軍人都有嘅問題。當年啲人叫佢做 Army Disease 陸軍病，聽落好嚴重。其實講白啲就係打完仗之後成個人廢咗，因為戒唔到嗎啡。仗打完之後 Pemberton 搬去咗亞特蘭大，呢個係當時佐治亞州最蓬勃發展嘅城市。成個城市都係一片我哋要向前看，我哋要復興，我哋要揾錢嘅氛圍，好似今日嘅深圳咁。Pemberton 一邊做翻佢嘅藥房佬，一邊不斷嘗試整各種各樣嘅 patent medicine 出嚟賣。patent medicine 即係當年嘅萬能神藥，鐵打萬花油，百病消神丹。嗰陣嘅美國因為太多退伍軍人受傷、痛症、情緒問題，所以成個市場都充斥住呢類所謂嘅神藥，每一隻都聲稱自己可以醫頭痛、醫胃痛、醫失眠、醫陽痿、醫癌症、醫骨折。基本上除咗唔可以幫你中六合彩之外，乜都話自己醫得到。其實大部分都係廢嘅，唯一真正有效嘅成分，好多時候就係入邊溝咗啲嗎啡或者可卡因。食完之後，你當然覺得自己好咗啦，因為你嗨咗嘛。而 Pemberton 一直都想揾一樣嘢嚟取代嗎啡，一方面係佢自己想戒毒，另一方面佢覺得如果佢揾到呢樣嘢，就可以幫到其他同樣受 Army Disease 困擾嘅退伍軍人，同時自己仲可以大賺一筆，一石三鳥。喺呢個時候，佢聽到一樣嘢喺成個美國興到不得了，嗰樣嘢叫做可卡因。你冇聽錯，就係 cocaine。喺1880年代嘅美國，可卡因嘅地位大概等於今日嘅咖啡因，即係每個人都覺得佢係好嘢嚟嘅。仲有人寫信推薦嘅人包括美國總統、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發明家湯馬士愛迪生，仲有我講真㗎，連續3任教宗，3個教宗，梵蒂岡嗰3個。佢哋全部都話一隻叫 Vin Mariani 嘅法國可卡因紅酒好嘢，飲完精神晒。如果今日有個教宗出嚟幫可卡因賣廣告，成個世界應該會癲咗。但係1880年代呢個係普通過普通嘅事。Pemberton 睇住 Vin Mariani 可卡因酒賣到周街都係，即刻心喐喐。法國佬做得到，我一樣做到，而且仲好過佢。我喺佢嘅基礎上面再加咖啡因落去，雙倍刺激，雙倍快樂。佢揀咗用非洲可樂果嚟做咖啡因嘅來源。可樂果呢樣嘢嘅咖啡因含量比咖啡豆仲高。不過有一個問題，嗰個味道苦到你媽媽煲嘅涼茶都要叫佢做大佬，仲苦過24味。但係 Pemberton 唔理，佢將可卡葉、可樂果、紅酒溝埋一齊，整出咗一隻叫做 Pemberton's French Wine Coca 嘅補酒。
擺喺佢間藥房度賣，$1一樽，賣得幾好，因為入邊有可卡因，又有咖啡因，又有紅酒。飲完之後你梗係覺得成個人精神百倍，一日嘅疲勞全部消失，嗰個已經唔係提神，嗰個係成個人升仙。但係好景不常，1885年底，亞特蘭大成為全美國最早一批實行禁酒令嘅城市，即係話你唔可以再賣任何含酒精嘅嘢。Pemberton 一聽到呢個消息，成個人都呆咗。佢最 hit 嘅產品係用紅酒做底嘅喎，而家唔俾賣酒，咁即係成盤生意冇咗。佢冇辦法，唯有死馬當活馬醫，由頭開始研發一個冇酒精嘅版本。而喺呢個過程入邊，佢做咗一個好聰明嘅判斷。佢諗萬能神藥一樽賣$1，貴到只有啲真係有病嘅人先會買。但如果我做一樣嘢係平到任何人隨時隨地都買得起嘅呢？5仙一杯，大人細路都飲得，唔係藥，係一杯解渴飲品，一杯你行過藥房門口，坐低同朋友傾偈嗰陣，順手嗌一杯嘅嘢。因為當年嘅藥房其實係好似今日嘅星巴克咁，係一個社交場所嚟嘅，入邊有汽水吧台，大家會去嗰度坐飲嘢、傾偈、吹水，有超過100種唔同嘅糖漿口味，可以揀配梳打水，好似今日嘅珍珠奶茶鋪咁百花齊放。所以 Pemberton 就走入佢間屋嘅地牢，冇錯，係地牢，唔係實驗室，係一個有個大鐵鑊嘅地牢，開始瘋狂實驗。佢用清水煲滾，然後落糖、落咖啡因，再加焦糖做色素，整到嗰鑊嘢變成深色，好似紅酒咁嘅糖漿。跟住為咗平衡甜味，就加青檸汁、檸檬酸同磷酸落去。然後最關鍵嘅一步嚟啦，佢開始加各種味道落去，雲呢拿、橙皮油、檸檬油、豆蔻、肉桂、芫茜，仲有橙花油。呢樣嘢本來係用嚟做香水嘅，佢攞咗嚟做汽水。最特別嘅一樣呢，係中國肉桂，由亞洲熱帶地區嘅樹皮度整出嚟嘅。你可以想象下嗰個場景：1886年，亞特蘭大一間屋嘅地牢，一個嗎啡上癮嘅退伍軍人對住一個大鐵鑊，入邊有糖、有橙花香水、有中國肉桂、有南美洲嘅可卡葉、有非洲嘅可樂果。然後佢拎住一支木杖喺度撈。呢個畫面如果擺喺今日，你會覺得佢係咪喺度煮毒品？但佢煮出嚟嗰鑊嘢，日後會俾全地球70幾億人飲用。最後一步，佢梗係加咗可卡葉嘅提取物落去，即係可卡因嘅來源。到底第一批可口可樂入邊有幾多可卡因呢？冇人100%肯定，但係根據後來嘅推算呢，大概飲4到5杯就等於今日吸一次可卡因嘅份量。聽落好似好多啦，但其實嗰個份量嘅可卡因可能仲唔及入邊嘅糖同咖啡因對你嘅衝擊大，因為 Pemberton 落嘅咖啡因份量係今日一罐可口可樂嘅4倍，4倍喎，即係呢杯嘢飲完你唔係提神，你係成個人通晒電，好似俾人電擊咁精神。所以 Pemberton 嘅第一代可口可樂，嚴格嚟講唔係一杯汽水，佢係一杯合法嘅超級興奮劑，入邊有可卡因，有4倍咖啡因，仲有中國肉桂。你話呢個係乜嘢組合嚟㗎？1886年5月 ，Pemberton 覺得佢終於整到一個滿意嘅版本啦。佢將嗰樽糖漿拎落街去 Jacobs 藥房，嗰間藥房嘅人將佢嘅糖漿同梳打水溝埋。呢個決定好重要，因為溝嘅可以係冇氣嘅清水嚟㗎。但係佢哋揀咗有氣嘅梳打水，加咗嗰種好似香檳咁嘅氣泡落去。如果佢哋當日揀咗清水，今日可能就冇可口可樂啦。因為你試下。想象一杯冇氣嘅可口可樂，嗰個唔係可口可樂，嗰個係咳藥水。5月8號嗰日，第一杯可口可樂喺亞特蘭大一間藥房嘅汽水吧台正式賣出，賣5美仙。但係等等，呢個時候呢杯嘢仲未叫可口可樂喎，因為 Pemberton 仲未幫佢改名。呢個時候就要介紹另一個好重要嘅人 ，Frank Robinson。好多人以為可口可樂嘅一切都係 Pemberton 嘅功勞，但其實如果冇咗 Frank Robinson，可能今日就冇可口可樂呢個名，冇嗰個招牌字體，甚至冇成間公司。Robinson 名義上係 Pemberton 嘅會計師，但係佢實際上係佢嘅生意拍檔。佢係嗰種你負責整嘢，我負責賣嘢嘅拍檔。Robinson 望住呢杯新飲品，諗咗諗就話入邊有可卡葉，有可樂果，不如就叫 Coca-Cola 啦。2個 C 字頭，讀起嚟順口又好記。Pemberton 話得。然後 Robinson 拎起支筆，佢寫得一手靚字，用嘅係當年美國最流行嘅花體字。
就咁一揮，將 Coca-Cola 幾個字連埋一氣寫出嚟，就係你今日喺全世界每一罐可口可樂上面見到嘅嗰個手寫招牌。140年啦，嗰幾隻字基本上冇點變過，可能係人類歷史上最襟用嘅設計。你諗下，你140年前寫嘅字，今日仲有人用緊，呢個係咩概念？Robinson 寫嗰幾筆字嘅價值，仲值錢過達文西畫嘅蒙羅麗莎。但係現實係殘酷嘅，可口可樂第一年嘅銷售額得$50，$50，而佢哋用喺材料同宣傳上面嘅錢係$70幾，即係蝕緊。Robinson 就話唔緊要，呢個產品得㗎，實掂，我哋要俾多啲人試到先。佢好樂觀，但係 Pemberton 就唔係咁諗啦。佢嗰陣身體已經越嚟越差，嗎啡癮越嚟越深，胃病纏身，成個人消瘦到唔似人形。佢開始覺得自己就嚟死，而一個覺得自己就嚟死嘅人會做咩啊？佢會開始擔心自己嘅屋企人點算，擔心錢唔夠，擔心自己走咗之後屋企人冇飯食。所以 Pemberton 做咗一個佢自己可能到死都會後悔嘅決定。佢將可口可樂嘅權益開始賣出去，而且係冇同 Robinson 商量嘅情況下賣嘅。佢分幾次賣俾幾個唔同嘅人，搞到成盤生意亂晒龍，好似一鋪打爛咗嘅啤牌咁，邊個手上有幾多張都搞唔清楚。Robinson 知道之後梗係嬲啦，但佢冇時間嬲，因為佢更加緊張嘅係 Coca-Cola 呢個佢用盡心血命名同推廣嘅品牌，如果落入唔啱嘅人手上就會冇咗。所以佢即刻去揾一個佢覺得有能力、有資源、有遠見嘅人嚟做新嘅拍檔。呢個人叫 Asa Griggs Candler， 一個亞特蘭大嘅有錢藥房老細。Robinson 去揾 Candler 同佢講可口可樂嘅潛力。Candler 一開始係拒絕嘅，佢覺得有一隻印度神油啫，有咩特別？但係 Robinson 冇放棄。有一日佢同 Candler 企喺街邊，指住一架載滿空啤酒桶嘅馬車話：你睇下嗰架車，全部都係空嘅啤酒桶。我同你講，有一日你會見到同樣嘅車，載嘅唔係啤酒桶，而係可口可樂。Candler 聽完心喐咗一喐，然後佢做咗一件改變歷史嘅事，佢自己飲咗一杯可口可樂，就係嗰一杯。飲完之後 Candler 話：掂，我買。佢後來成世人都講呢個故事，話就係嗰一杯可口可樂令佢相信呢個產品只要俾任何人試一次，嗰個人就會變成終身顧客。由1888年開始 Candler 一路收購唔同人手上嘅可口可樂權益，到1891年佢終於將所有嘢集齊喺自己手上。佢嘅總投資係幾多呢？$2300，用今日嘅匯率計，大概係$60,000左右。$60,000喎，你喺今日嘅香港$60,000大概可以買一架普通嘅二手車。但 Asa Candler 用呢個價錢買到嘅係人類歷史上最值錢嘅品牌嘅全部擁有權。而 John Pemberton 呢，佢喺1888年8月16號死咗，死於胃癌同埋長期嗎啡成癮嘅併發症，終年57歲。佢死嗰陣，可口可樂仲係一隻只有少數亞特蘭大市民識嘅街坊飲品，每年只係賣緊幾千加侖嘅糖漿。佢完全徹底絲毫都唔知道自己喺嗰個地牢入邊用一個大鐵鑊整出嚟嗰鑊嘢，會喺日後被全球96%嘅人口認得，被幾十億人每日飲用，被 Warren Buffett 當做畢生最佳投資，會改變聖誕老人嘅樣貌，會跟住美軍打到去全世界，會引發一場叫做 Cola Wars 嘅商業大戰。佢咩都唔知道，佢淨係知道自己好痛、好窮、好攰，然後佢就走咗。呢個可能係商業歷史上面最令人唏噓嘅故事。發明者永遠睇唔到自己嘅發明有幾偉大。John Pemberton 嘅故事提醒我哋一件事：有時候你種落嘅種子開花嘅時候，你已經唔喺度，但係嗰朵花可能係全世界最大嘅一朵。只不過 John Pemberton 應該估唔到佢嗰朵花係紅色嘅，上邊印住可口可樂4個字，而且一開就開咗140年都未謝過。但係 John Pemberton 嘅故事完結，唔代表可口可樂嘅故事完結。事實上，真正嘅故事由 Asa Candler 接手嘅嗰一刻先至正式開始。Asa Griggs Candler， 一個當年帶住1蚊7毫5仙美金嚟到亞特蘭大揾食嘅鄉下仔，連 Pemberton 間藥房嘅工都應徵唔到，俾人彈咗返轉頭。但佢偏偏就係嗰種你今日唔請我，聽日我買起你成間公司嘅人。Candler 同 Pemberton 係完全相反嘅兩種人。
Pemberton 係一個浪漫嘅發明家，成日匿喺地牢整嘢，但唔識賣嘢。Candler 係一個冷靜到近乎冷血嘅生意人，佢可能唔識整可口可樂，但佢識一樣 Pemberton 永遠學唔到嘅嘢，點樣將一樣嘢賣到去全世界每一個人嘅手上。Candler 用$2300買到可口可樂嘅全部擁有權呢件事，我哋上一段已經講過，但我覺得有必要再強調一次呢個數字嘅荒謬程度，因為$2300喺1891年雖然唔係一個小數目，大概等於一個普通美國家庭幾年嘅收入，但係你知唔知道佢買到嘅係乜？佢買到嘅係一間日後市值$3000億嘅公司嘅全部擁有權、全部配方、全部商標、全部一切。呢個回報率係幾多呢？我計過，大概係1億3000萬倍，1億3000萬倍喎。你去買比特幣，買乜都好，你揾唔到人類歷史上邊有任何一筆投資嘅回報率高過 Asa Candler 用$2300買可口可樂呢一筆。呢個真真正正係人類史上最抵嘅一次買賣，而且唔係事後先知嘅。Candler 喺買之前飲咗一杯 Coke 就決定買啦。佢做嘅所有調查研究就係飲咗一杯嘢。如果今日有個投資者話，我飲咗杯佢哋嘅產品覺得好好飲，所以我投咗幾千萬落去，所有人都會覺得佢傻咗，但 Candler 就係咁做，而且佢係啱嘅，所以有時候直覺呢家嘢真係唔可以睇小。1892年 Candler 正式成立嘅 Coca-Cola Company， 呢間公司嘅第一年運作係點嘅呢？成間公司得3個人，3個人喎。你今日隨便一間茶餐廳都唔止3個人啦，但係就係呢3個人撐起咗一盤第一年就已經好好賺嘅生意。佢哋使咗大概$2萬喺原材料同生產成本上面，再使多$1萬喺廣告上面，然後賣出咗35000幾加侖嘅糖漿，每加侖賣1蚊3毫，收入係46000幾美金，賺咗12000。你可能覺得12000好似唔係好多，但係你要記住嗰年係1892年喎。1892年嘅美國一個普通家庭嘅全年收入大概係$500，即係 Candler 嗰3個人嘅公司第一年嘅利潤已經等於24個家庭嘅全年收入，而佢哋只係得3個人，佢哋每個人攤分出嚟嘅收入係普通家庭嘅8倍。呢個唔係一盤生意，呢個係一部印銀紙機。但係 Candler 最犀利嘅地方唔係佢識得賺錢，而係佢識得使錢。佢使錢嘅方式放喺1890年代嘅美國，簡直係超前咗幾十年嘅概念。而佢使得最多嘅地方就係廣告。喺嗰個年代，大部分公司嘅廣告就係喺報紙登一個細細嘅分類廣告，寫幾行字話我哋有乜嘢賣，價錢幾多，歡迎光臨就完咗。但係 Candler 唔係咁諗，佢嘅邏輯係可口可樂嘅成本咁低，利潤咁高，咁我點解唔將呢啲利潤嘅一大部分攞翻出嚟做廣告，用廣告去令更加多人買可樂，然後賺更加多嘅錢，再投更多喺廣告度呢？呢個係一個正向循環，就好似一個越滾越大嘅雪球，賺到錢就做廣告，做廣告就賺更多錢，賺更多錢就做更多廣告。而 Candler 喺1890年代就已經諗通咗呢個道理。到1902年，佢一年使喺廣告上面嘅錢已經超過$10萬。$10萬喺1902年係一個天文數字，相當於今日嘅幾百萬美金。而佢賣嘅只係一杯5仙嘅糖水。你可以想象佢對廣告嘅信仰有幾狂熱。而 Candler 做廣告嘅方式係一種我會形容為地毯式轟炸嘅策略。佢嘅目標好簡單，就係要你無論去到邊望到邊都會見到 Coca-Cola 呢4個字。佢首先整咗大量嘅有報招牌，掛喺藥房門口，掛喺街角，掛喺馬車站旁邊，全部都係嗰個紅底白字嘅 Coca-Cola 花體字，大到你想睇唔到都難。然後佢開始喺建築物嘅外牆畫巨型壁畫，成條街行過去，成幅牆都係 Drink Coca-Cola, delicious and refreshing。飲可口可樂，好飲又提神。由1894年開始，可口可樂喺全美國嘅鄉郊地區畫咗超過2萬幅呢類壁畫。你無論係揸車經過定係行路經過，嗰堵牆都喺度同你講飲可口可樂啦，好嘢嚟㗎。呢個量級嘅戶外廣告喺嗰個年代係前所未有嘅。但 Candler 仲係覺得唔夠喎，淨係掛招牌同畫牆，佢覺得仲唔夠入屋。佢要可口可樂嘅品牌滲透到你日常生活嘅每一個角落。所以佢開始做一樣喺當年嚟講完全創新嘅嘢 ，branded merchandise 品牌周邊商品。佢整月曆、
月曆上面印住可口可樂嘅 logo 同靚女嘅畫像。因為1890年代冇 Instagram， 但人哋一樣中意睇靚女，所以你將一個靚女同可口可樂放喺同一個月曆上面，嗰個月曆就會被掛喺每間藥房、每個辦公室、每間屋企嘅牆上面。由1月掛到12月，12個月，每一日你都會見到可口可樂呢4個字。然後佢整袋裝小鏡仔，即係袋裝細鏡，每一塊鏡嘅背面都印住可口可樂嘅 logo。喺嗰個年代，女人會隨身帶住一塊細鏡照下自己，即係你每照一次鏡補一次妝，就等於望多一次可口可樂。佢仲整茶盤、水杯、時鐘、銀包、線，基本上你想象得到嘅任何日常用品，佢都想辦法喺上面印一個可口可樂嘅 logo， 而且全部免費派俾啲藥房同商店，因為佢知道呢啲嘢對商店嚟講係唔使錢嘅裝飾品，免費嘅宣傳物料，邊個老闆唔想要啫？你本來間藥房門口掛住一塊寫住自己店名嘅普通木牌，而家可口可樂話唔使啦，我免費幫你設計一塊又大又靚又色彩鮮豔嘅招牌，上邊寫住你間鋪嘅名，旁邊再寫住可口可樂，我哋幫你整、幫你送、幫你掛，1毫子都唔收你。你話你做老闆，你會唔會拒絕？你梗係唔會拒絕啦，你甚至會開心到攬住嗰個可口可樂嘅職員嚟錫。結果就係全美國嘅藥房門口望出去，全部都好似可口可樂自己開嘅鋪頭咁，紅色嘅招牌、紅色嘅簷篷、紅色嘅海報，連台面嘅茶盤都係紅色嘅可口可樂。你行入去會以為呢間藥房係可口可樂開嘅，但其實可口可樂1蚊租金都冇俾過。到1898年，可口可樂每年派出超過100萬件品牌促銷品，100萬件喎。1898年，全美國人口先得7000幾萬，即係大概每70個美國人就有一件可口可樂嘅嘢喺佢手上。呢個品牌滲透力嘅密度喺嗰個冇電視、冇電台、冇互聯網嘅年代係絕對恐怖嘅。但係 Kenner 所有 marketing 策略入邊最勁、最具革命性、影響最深遠嘅一招，唔係招牌，唔係壁畫，唔係月曆，而係一張好細好細嘅紙仔 coupon 優惠券。呢個概念你今日聽落會覺得coupon 啫嘛，有乜特別啦？但你要記住喺1890年代 coupon 呢家嘢係唔存在嘅。可口可樂係人類歷史上第一間公司用廠商優惠券嘅，即係由製造商直接發出可以喺零售點兌換免費產品嘅優惠券。Candle 嘅做法係咁嘅，佢揾人去攞亞特蘭大市嘅 address directory 地址目錄。即係成個城市所有住戶嘅地址名冊，然後逐家逐戶郵寄一張可口可樂免費飲品優惠券俾佢哋。你收到呢張優惠券之後，可以拎去你附近任何一間有汽水吧台嘅藥房，免費換一杯可口可樂。同一時間，佢仲將大量呢啲優惠券派俾當時周圍行嘅上門推銷員，即係嗰啲周圍走逐家逐戶賣唔同產品嘅推銷員，等佢哋順手派埋俾佢哋嘅客人。呢一招嘅天才之處在於佢令到每一個人都開心，消費者開心，因為免費有嘢飲啊，邊個會唔中意免費嘅嘢㗎？而且飲完之後發現咧真係好飲喎，下次就願意自己俾5仙買多一杯。藥房老闆開心，因為有人拎住張優惠券嚟換免費可樂，順便行入咗佢間鋪頭，可能仲順手買多啲其他嘢，多咗人行入嚟，生意好咗。而且可口可樂呢樣嘢對藥房嚟講係好好賺嘅。藥房買1加侖糖漿嘅成本係1蚊3毫，但係1加侖可以開到128杯，每杯賣5仙，即係1加侖嘅零售收入係6蚊4毫，成本係1蚊3毫，賺80%。你做藥房嘅話，你發夢都會笑醒。嗰啲推銷員都開心，因為佢哋本身就要周圍賣嘢俾客人嘅，而家仲多咗一樣免費嘅着數可以送俾客人，客人對佢哋嘅好感度自然提升，佢哋自己嘅生意都好咗。咁所以成個免費優惠券系統係一個所有人都贏嘅局面。除咗 Candle 本人要出錢製作同郵寄呢啲優惠券之外，但係佢出嘅嗰啲錢相對於佢賺翻嚟嘅生意嚟講，簡直係九牛一毛。而 Candle 之所以夠膽用呢個策略，係因為佢有一個同 John Pemberton 一樣嘅信念，但係佢嘅信念係建基於佢自己嘅親身經歷嘅。佢自己就係飲咗一杯可口可樂之後，就決定買起成間公司嘅人，所以佢深信只要任何人肯試一杯可口可樂，嗰個人就會變成終身顧客。佢嘅諗法好簡單，得一句話：我唔需要說服你可口可樂好飲，我只需要你肯飲第一杯，之後你自己會翻嚟揾我。
唔怕你精，唔怕你呆，最怕你唔來。事實證明佢係啱嘅，可口可樂嘅回頭率高到你以為佢係落咗毒。其實某程度上，佢的確係有少少落咗毒，因為咖啡因本身就係一種會令人上癮嘅嘢。而嗰個年代嘅可口可樂仲有4倍嘅咖啡因，加上少少可卡因嘅殘餘成分喺入邊，所以你飲完第一杯之後想飲第二杯，係你個身體自然嘅反應嚟嘅。Kenner 有一個好出名嘅軼事，就係佢嘅家族傳說話，佢每次收到報告話俾咗幾多杯免費可樂出去嘅時候，佢都會嗌晒出嚟，肉赤到不得了。因為佢本質上係一個好孤寒嘅人嚟嘅，做乜要免費送嘢俾人飲啊？但係佢一望盤數就淨晒，因為啲人飲完免費嗰杯之後，真係不停翻嚟買。呢條免費飲可樂嘅橋嘅投資回報率高到佢想嗌都嗌唔出聲。1886年 Pemberton 嗰年賣$50嘅嘢，到1890年代尾，可口可樂每年已經賣緊超過25萬加侖嘅糖漿，收入翻咗幾千倍。而 Kenner 一共投入咗，我再提多一次，係$2300。呢個唔係做生意，呢個係執到寶。而且 Frank Robinson 喺呢段時間做咗一個好重要嘅廣告方向調整，佢開始將可口可樂嘅定位由治頭痛、醫胃痛嘅藥用飲品轉向好飲嘅提神飲品。Robinson 自己講過一句好有見解嘅說話：我哋之前係賣俾病人，但我哋應該賣俾所有人。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但佢背後嘅轉變係巨大嘅，由少數病人市場轉去大眾市場，由你有病所以你要飲，轉去你想開心所以你想飲。Robinson 仲堅持停止使用所有同負面嘢相關嘅廣告用語，唔再講治頭痛、解疲勞、醫神經衰弱呢啲嘢，因為佢覺得一個品牌唔應該令人諗起病痛，一個品牌應該淨係同好嘅嘢一齊，美味、清爽、好飲、開心、社交、友誼。呢個轉變睇落好微不足道，但佢基本上係奠定咗可口可樂未來140年嘅品牌哲學嘅根基。我哋唔係賣一杯飲品，我哋係賣一種感覺。呢一切嘅結果就係，到咗1895年，即係可口可樂面世後嘅第9年， Kenner 正式接手後嘅第3年，可口可樂已經喺全美國每一個州都有得買啦。每一個州由東岸到西岸，由北部到南部，無論你去到美國嘅邊一個角落，你都可以行入一間藥房嘅汽水吧台，然後叫一杯5仙嘅可口可樂。一個本來只係亞特蘭大一間街坊藥房嘅飲品，用咗唔夠10年就征服咗成個美國。而 Kenner 做到呢件事嘅時候，佢間公司仲係得20個員工左右，20個人服務成個美國，因為佢哋做嘅嘢由頭到尾就只係2件事：整糖漿同埋做廣告。其他所有嘢，運輸、零售同客人嘅接觸，全部都係由藥房同埋汽水吧台做嘅。呢個商業模式嘅效率高到你覺得唔似真嘅，但係佢就係真嘅，而且佢仲未去到最癲嘅階段，因為 Kenner 就嚟做一個佢自己都唔知道有幾重要嘅決定，一個只需要$1嘅決定，而呢個決定會將可口可樂由一個成功嘅飲品變成一個真正嘅帝國。1895年，可口可樂喺呢個階段淨係可以喺汽水吧台度飲到，即係你一定要親身行去一間藥房，坐低喺個吧台度等個師傅幫你將糖漿同梳打水溝埋，然後即場飲。你唔可以帶走，唔可以喺屋企飲，唔可以揸車嗰陣飲，唔可以喺田度做嘢做到半死嗰陣飲，因為嗰個年代將汽水裝入樽嘅技術太差。你將汽水入樽之後，過幾日就會走晒氣、變味，甚至可能生菌，飲完隨時舐嘢。所以 Kenner 對汽水入樽呢件事嘅態度係唔好搞，費事，我哋做汽水吧台就夠啦。汽水入樽係一盤後巷嘅爛生意，喺啲豬欄隔離嘅谷倉入面入樽，地下鋪住稻草，隔離仲有啲雞喺度走。呢種質素嘅汽水入樽會摧毀我哋個品牌嘅，唔做。然後喺1899年嘅某一日，2個由田納西州查塔努加市嚟嘅後生仔行入咗 Kenner 嘅辦公室。呢2個人，一個叫 Benjamin Thomas， 一個叫 Joseph Whitehead， 2個都係律師。佢哋同 Kenner 講：Kenner 先生，我哋想買可口可樂嘅汽水入樽專利。我哋覺得汽水入樽技術已經成熟到可以做啦，而且如果我哋可以將可口可樂入樽出售，你嘅生意會大幾倍都唔止。因為而家啲人淨係可以喺汽水吧台飲可樂，但係如果佢哋可以喺雜貨鋪買、喺士多買、帶返屋企飲、揸車嗰陣飲、去野餐嗰陣飲，你諗下
嗰個市場會大幾多？Kendall 聽完皺咗皺眉頭，心入邊諗：又嚟啦，又有人想搞汽水入樽。我講咗幾多次唔好搞啦，汽水入樽係會出事㗎。但係 Thomas 同 Whitehead 死纏爛打，佢哋話：我哋明白你嘅顧慮，所以我哋嘅建議係咁嘅，你乜風險都唔使承擔，我哋自己出錢，自己搞，自己起廠，自己負責所有汽水入樽嘅運作。你只需要照常賣糖漿俾我哋就得。如果我哋做得唔好，質素唔達標，你隨時可以收翻個 license， 你一毫子都唔使蝕。Kendall 諗咗諗，覺得呢單交易對佢嚟講確實係零風險。如果佢哋成功，我可以賣多好多糖漿；如果佢哋失敗，同我一啲關係都冇。所以佢就話：好啦，你哋想搞就搞啦，我冇時間理你哋。可口可樂係專供汽水吧台出售嘅，你哋想入樽就自己搞啦。然後佢就簽咗一份合約，呢份合約嘅內容係咁嘅：可口可樂公司會以每加侖1蚊嘅批量折扣特價賣糖漿俾 Thomas 同 Whitehead， 仲平過賣俾普通汽水吧台，因為預咗佢哋會大量買。Thomas 同 Whitehead 擁有獨家嘅可以轉讓俾其他人入樽同埋銷售樽裝可口可樂嘅專利，覆蓋範圍係幾乎成個美國。佢哋嘅零售價必須係5仙一支，同汽水吧台一樣。佢哋只可以用可口可樂嘅糖漿，唔可以用任何嘅替代品。佢哋唔可以賣俾汽水吧台，汽水吧台嘅渠道繼續由可口可樂公司直接做。如果佢哋供應唔到足夠嘅樽裝可樂去供應佢哋版圖嘅要求，合約就會終止。聽落好合理，啱唔啱？但呢份合約有2個致命嘅漏洞。第一，冇寫合約嘅年期，即係話呢份合約係永久嘅，只要 Thomas 同 Whitehead 繼續履行佢哋嘅義務，呢份合約就永遠有效。第二，嗰個1蚊1加侖嘅糖漿價格係固定嘅，鎖死嘅，冇任何條款容許可口可樂公司喺未來加價。永久合約，永久唔加價。你將呢2樣嘢加埋一齊，就會得出一個數學上嘅結論。隨住通脹，賣糖漿賺到嘅錢會越嚟越少，而裝樽嗰邊賺到嘅就越嚟越多。而呢份合約嘅價錢係幾多呢？1蚊美金，1蚊。而 Kenna 連嗰1蚊都冇收過。所以我哋而家做一個小總結。Asa Kendall 呢個人嘅投資生涯入邊有2筆交易。第一筆，佢用2300美金買到咗可口可樂嘅全部擁有權，呢個係人類歷史上回報率最高嘅投資。第二筆，佢用1蚊美金賣走咗可口可樂喺全美國嘅永久入樽專利權，呢個可能係人類歷史上最蝕底嘅交易之一。同一個人，一個做咗最叻嘅 deal，一個做咗最蠢嘅 deal，你話呢個世界係咪好荒謬？不過公道講，好多人事後會話Kenna 好蠢喎，點解要1蚊就賣走？但如果你諗深一層，呢單交易其實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因為如果冇呢單交易，可口可樂可能永遠都唔會進入樽裝市場，永遠都只係一間賣汽水吧台糖漿嘅公司，佢會被局限喺有汽水吧台嘅城鎮入邊，而鄉郊地區、農村、工廠、礦場，所有冇汽水吧台嘅地方，啲人就永遠飲唔到可口可樂。所以呢單交易嘅條款與細則對於可口可樂公司差到冇人性，離晒大譜，但係佢打開咗一道門，而嗰道門後邊係一個比汽水吧台大100倍嘅市場。Thomas 同 Whitehead 拎住呢份合約返到查塔努加市之後，第一件事就係開始搞佢哋嘅汽水廠生意。但好快佢哋就發現2個問題。第一，佢哋2個根本唔係好熟，合作起嚟發覺大家嘅理念唔一樣，所以好快就散 band。你做你嗰幾個州，我做我嗰幾個州，各自分咗半個美國去搞。第二，佢哋好快就發覺自己親自營運間入樽廠其實好辛苦，你要買設備、買樽、做清潔、請人、品質管理、安排物流，呢啲全部都係好抌本同好困身嘅嘢，利潤仲要俾嗰個5仙零售價封住頂，因為最大嘅成本唔係糖漿，唔係水，唔係打氣，而係個樽本身。你賣汽水賺到嘅利潤啊，大部分都俾個玻璃樽食咗，呢盤生意真係唔係咁易做噶。然後佢哋諗到一條絕橋，我哋手上呢份合約寫住個專利係可以轉讓嘅，即係我哋可以轉讓俾其他人。咁我哋做乜要辛辛苦苦自己入樽啊？我哋轉讓出去就得啦。所以佢哋開始將全美國嘅地盤切成一細忽一細忽，
然後喺每一個地方揾當地嘅商人，揾小鎮入邊有少少錢想做生意嘅人，同佢哋講：喂，哥仔，想唔想喺你呢區賣可口可樂啊？我劃個地盤俾你，你自己出錢起廠、買樽、請人，然後你向我哋買糖漿，你入樽之後就喺你個地盤入邊賣5仙一支，中間嘅差價就係你嘅利潤。呢個模式一推出呢，就好似野火燎原咁迅速擴散，因為對當地嘅商人嚟講，做可樂入樽係一盤賺緊嘅生意。你賣嘅係一個全國知名嘅品牌，廣告由可口可樂公司負責出錢做，消費者已經知道呢樣嘢好飲，你只需要負責入樽同送貨就得。喺好多美國嘅小鎮，當地嘅可口可樂入樽商人好快就變成咗鎮上面最有錢嘅家族。一夜之間，由一個普通嘅小商小販搖身一變做百萬富翁，因為嗰盤生意嘅利潤真係夠晒肥，肥到物都着唔落。結果就係喺短短10年之內，全美國湧現咗超過400間獨立嘅可口可樂裝樽廠，到1925年更加增長到1200間。而呢啲裝樽廠同可口可樂公司之間係冇直接合約關係嘅，佢哋嘅合約係同 Thomas 或者 Whitehead 嘅公司簽嘅。Thomas 同 Whitehead 就變成咗所謂嘅中間人，坐喺可口可樂同啲裝樽廠之間，上邊嘅可口可樂公司賣糖漿落嚟，下面啲裝樽廠做嘢。Thomas 同 Whitehead 就喺中間抽水，每一加侖糖漿經過佢哋手都收少少嘅佣金。呢個係終極嘅尋租生意模式。佢哋冇整多過一滴汽水出嚟，亦冇賣過一支汽水俾客。但係因為佢哋揸住個中間人權利，就算乜都唔做，啲錢都會自動流入佢哋袋。佢哋最初嘅貢獻係幫可口可樂建立起成個入樽網絡，但係到後來成個系統成熟咗之後，佢哋基本上就乜都唔使做，淨係坐喺度收錢。Thomas 同埋 Whitehead 用1蚊美金換翻嚟嘅呢個 deal，可能係人類歷史上用最少錢買到最多被動收入嘅一筆買賣。但係呢個入樽系統嘅爆發式增長，引發咗另一個問題：山寨。當可口可樂變成全國知名嘅品牌，當每個人都知道呢隻顏色嘅汽水好飲又好賺嗰陣，自然就會有大量嘅投機者上嚟分一杯羹。喺1900年代嘅美國，你行入任何一間士多，你會見到一大堆同 Coca-Cola 似到爆嘅山寨 Cola。我讀啲名俾你聽啊，你感受一下嗰個荒謬程度。Afri-Cola、Americola、Ala Cola、Brahma Cola、Cafedola、Cabo Cola、Candy Cola、Capa Cola、Cherry Cola， 我先至讀到 C 字頭喎，仲有 D、E、F 到 Z 都未讀。另外仲有 Coca-Cola、Mar Coca、Waco、Coca-Cola、Celery Cola、King Cola、Standard Cola、Fig Cola， 隨便改個名加個 Cola 字就出嚟賣。有啲仲連個樽嘅設計都抄埋，用一樣色水嘅琥珀色玻璃樽印一個差唔多嘅花體字上去，擺喺鋪頭度，你唔仔細睇，根本分唔到邊支係真嘅可口可樂，邊支係山寨可樂。更加衰嘅係嗰個年代嘅樽汽水通常係點賣嘅呢？佢哋會將一大堆樽浸喺一個裝滿冰水嘅大木桶入邊，你行去嗰個桶度，伸手入去攞，喺嗰堆黑麻麻嘅冰水入邊摸到一支就攞一支出嚟，你根本睇唔到自己攞緊乜嘢。你以為自己攞咗支 Coca-Cola， 其實你攞咗支 Celery Cola。Celery Cola 喎，芹菜可樂，你話有冇人想飲？呢個山寨問題嚴重到咩程度呢？ Coca-Cola 喺1905年美國通過聯邦商標法 Federal Trademark Act 之後，就開始用法律手段去清剿呢啲山寨品牌。而喺接落嚟嘅15到20年入邊， Coca-Cola 總共 sue 咗，你坐穩先，超過7000個山寨 Cola 品牌。7000個喎，即係佢哋嘅法律部門可能係全美國最忙嘅法律團隊，每日嘅工作就係寫告人嘅律師信同打官司，打到佢哋見到 Cola 呢個字就想寫律師信。Coca-Cola 嘅法律論點係 Cola 唔係一個通用詞， Coca-Cola 係一個完整嘅品牌名，你唔可以用 Cola 呢個字，因為 Cola 本身就係我哋嘅商標嘅一部分。而法庭大部分時候都判可口可樂贏。最經典嘅係1920年嗰單去到美國最高法院嘅案件，有一間叫 Coke Company 嘅山寨公司話：你哋 Coca-Cola 入邊根本已經冇乜 cocaine 咯，你哋用 Coca 呢個字都係呃人㗎，咁我哋叫 Coca-Cola 有乜問題？最高法院嘅判決寫咗一句流傳後世嘅名言 ：Coca-Cola 呢個名已經唔再係可卡加可樂嘅意思啦，佢就係佢自己。
全世界嘅人一聽到呢個名就知道係指一樣嘢，嚟自一間公司。呢個名已經大過佢原本嘅意思。但係打官司始終只係防守，你可以告到7000個山寨品牌消失，但只要你嘅樽同人哋嘅樽睇起嚟差唔多，消費者喺嗰個黑麻麻嘅冰水桶入邊伸手攞，佢仲係有機會攞到支唔係可口可樂嘅嘢。所以可口可樂需要一個更加根本性嘅解決方案，一個令到消費者永遠唔會搞錯嘅方案。佢哋需要一支獨一無二嘅樽。呢個諗法最初唔係可口可樂自己提出嘅，而係啲裝樽商提出嘅。因為最受山寨問題影響嘅唔係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只係賣糖漿，佢哋唔直接面對消費者。最受影響嘅係啲裝樽商。因為佢哋嘅樽同啲山寨貨嘅樽擺埋喺同一桶冰水入邊，客人伸手入去根本分唔到邊支係真嘅可口可樂，邊支係假嘅，買錯一支就等於蝕咗佢哋一單生意。所以喺1912年，啲裝樽商嘅商會發咗一封信俾所有成員話：我哋需要一支獨一無二嘅樽嚟保護我哋嘅生意。然後喺1915年4月裝樽商嘅大會上面，可口可樂嘅首席律師，即係打咗幾千場官司嗰位仁兄 Harold Hirsch 上台說服所有裝樽商支持呢個計劃，因為換新樽對裝樽商嚟講係一筆好大嘅投資嚟㗎，所有生產線都要改，所有舊樽都要抌，所有設備都要換新，冇人會輕易答應。Hirsch 講嘅說話大意係：我哋唔係淨係為咗今日先做可口可樂，我哋係為咗永遠。我哋希望可口可樂會一直做全國嘅國民飲品，直到世界末日。而家總公司正在花大量嘅資源去開發一支我哋可以當做自己仔女咁嘅樽。當呢支樽面世嗰日，我希望在座每一位唔好去諗眼前要使幾多錢，要記住呢支樽嘅誕生就係保護緊你哋自己嘅生意。呢番話放喺今日嚟睇，仲係好有說服力嘅。佢其實就係同所有裝樽商講，係要使好多錢，但呢筆錢係投資喺你哋自己嘅未來。一支冇人抄得到嘅樽就係你哋最強嘅保障。然後佢哋就寫咗一份設計要求，發俾全美國10間玻璃製造公司。呢份要求可能係廣告史上面最簡潔嘅一份，因為佢得一句話：我哋要一支樽，獨特到你喺黑暗中用手摸都摸得出係佢。就算打爛咗跌喺地下，你望一眼啲碎片都知道嗰支係可口可樂。你而家明白設計呢支樽嘅標準有幾高？唔係要你望到就認得咁簡單，係要你眯埋眼摸都認得，就算爛咗都認得，化咗灰都認得，即係要你設計一支樽，淨係靠隻手摸都知道係佢。最後贏咗嘅係印第安納州一間叫 Root Glass Company 嘅玻璃廠，負責設計嗰個人叫 Earl Dean， 而呢支樽嘅設計靈感，呢個係成個故事入邊我覺得最好笑嘅部分，係一個美麗嘅錯誤。佢哋本來打算用 Coca-Cola 嘅2種原材料之一做設計靈感，即係古柯葉或者可樂果。但問題係呢間玻璃廠嘅人居然唔知道古柯葉同可樂果個樣，因為從未見過。所以 Earl Dean 同佢嘅同事就走去當地嘅圖書館查，揭嚟揭去，揭唔到古柯葉同可樂果嘅圖片。但係佢哋揭到咗另一樣嘢，可可格，即係用嚟做朱古力嘅可可樹嘅果實。可可係做朱古力嘅。古柯葉係可卡因嘅來源，但係 Earl Dean 大概係覺得古柯可可差唔多啦，於是就照住可可夾嗰個肥肥底、中間脹、上下窄嘅形狀做咗設計靈感。佢返到工廠畫咗幅草圖俾老闆 Chapman Root 睇 ，Root 覺得掂，然後佢哋就趕工喺24個小時內做出咗第一個樣板。你而家去網上揾1915年嗰個最初版本嘅圖片。你會發現佢同今日你認識嘅可口可樂樽似，但係又唔完全似。最初嗰個版本肥到嚇死人，中間脹到好似一個南瓜咁，表面仲有好多殖民凹槽，好似一個可可夾嘅紋理。成支樽係墨綠色嘅，個樣幾搞笑嘅。但問題唔係個樣，問題係佢太肥。佢中間最闊嗰度，闊過個底部，即係佢擺喺生產線嘅輸送帶上面，會碌嚟碌去，根本冇辦法用。所以 Earl Dean 將中間收窄咗，收窄之後嗰個形狀就變成咗你今日認識嘅可口可樂曲線樽，上面闊，中間收窄，好似束咗條腰帶，下邊再闊翻少少。因為呢個比例好似當年嘅荷里活女星 Mae West 嘅身材，所以當年啲人叫呢支樽做 Mae West 樽。
一支因為搞錯咗植物品種而設計出嚟嘅樽，最後變成可能係人類歷史上最出名嘅樽。你話呢個係咪宇宙級嘅美麗誤會呢？1915年呢支樽攞到設計專利嘅時候，專利文件上面刻意冇寫 Coca-Cola 嘅名，因為佢哋想呢支樽面世嗰陣嚇大家一跳。然後喺1916年裝樽商嘅年度大會上面 Earl Dean 嘅曲線樽被揀做贏家，同年開始全面投入生產。由嗰日開始 ，Coca-Cola 唔單止有一個全世界最多人認得嘅招牌字體，仲有一支全世界最多人認得嘅樽。你唔使睇到個樽上面寫住乜，唔使見到紅色嘅招牌，你淨係用手摸到嗰個曲線，你就知道你拎住嘅係一支可口可樂。到咗1949年，有調查顯示，少於1%嘅美國人認唔出呢支樽嘅形狀，99%嘅人淨係睇個輪廓就知道係可口可樂。後來喺1951年，呢支樽嘅形狀仲被法庭批准列為註冊商標。一支樽嘅形狀可以變成註冊商標喎，呢個係極之罕見嘅。因為正常嚟講，包裝嘅外形係唔會受商標保護嘅。但可口可樂成功喺法庭上面講得通一個道理，呢個形狀已經同我哋個品牌合為一體啦。你見到呢個形狀就等於見到可口可樂。法庭聽完覺得有道理，批咗。而 Earl Dean 本人呢，Root Glass Company 俾咗佢2個選擇做獎勵，攞$500現金，或者喺 Root Glass Company 做一份做到老嘅長工。佢揀咗長工。如果佢揀咗$500，然後攞去買 Coca-Cola 嘅股票，好啦，我唔計啦，計落去太殘忍。所以到咗1916年呢個時間點 ，Coca-Cola 嘅3道圍牆已經全部起好啦。第一 ，Coca-Cola 嘅商標經過最高法院嘅判決，確認咗法律地位，7000幾個山寨品牌被掃清。第二，曲線樽令到 Coca-Cola 嘅樽成為全世界最多人一眼就認得出嘅嘢，任何人想抄都即刻會被認出係假嘢。第三，裝樽商嘅網絡已經將成個美國覆蓋晒，過千間裝樽廠日夜不停咁生產 Coca-Cola， 由大城市到鄉郊野嶺，每一個角落都買得到。法律、樽嘅設計、賣嘢嘅網絡，3樣嘢加埋，可口可樂由亞特蘭大市一間藥房嘅街坊飲品，變成一個全國性被法律保護，有一支全世界獨一無二嘅汽水樽嘅商業帝國。但係呢個帝國嘅下一步唔再係征服美國咁簡單，佢哋嘅目標係成個地球，而幫佢哋完成呢個目標嘅人唔係一個商人，唔係一個 marketing 天才，甚至唔係一個 Coca-Cola 嘅員工，而係一場世界大戰。不過喺講到戰爭之前，我哋要先講另一個故事。可口可樂入邊嗰啲可卡因到底係幾時點樣消失嘅？因為你唔好以為可口可樂由頭到尾都咁順利。喺1900年代初，有一樣嘢差啲令成間公司搞到折埋，嗰樣嘢就係可卡因本身。我哋而家要講個好尷尬嘅話題，尷尬到 Coca-Cola 到今時今日都唔係好想面對嘅話題，但係你唔面對都要面對，因為事實就係 Coca-Cola 入邊曾經有可卡因。呢個唔係都市傳說，唔係你喺 WhatsApp 群組收到嘅轉發信息入邊嗰種聽講 Coca-Cola 入邊有毒品嘅八卦，呢個係真嘅。我哋之前已經講過 ，John Pemberton 嘅原本配方入邊嘅2大主角就係古柯葉同埋可樂果。古柯葉提供可卡因，可樂果提供咖啡因，呢2樣嘢撐起咗 Coca-Cola 呢個名嘅前半同埋後半。而喺1880年代嘅美國，可卡因嘅社會地位大概等於今日嘅維他命 C， 所有人都覺得佢係好嘢嚟嘅，教宗都飲，總統都飲，發明家湯馬士、愛迪生都飲，冇人覺得有問題。但係到咗1890年代尾同1900年代初，風向變咗，美國社會開始陸續出現大量關於可卡因嘅負面報導，有人上癮，有人因為可卡因犯罪，有人精神失常。1903年紐約論壇報仲登咗一篇大報導，話可卡因同犯罪有直接關係。成個社會嘅風向一夜之間完全轉晒，之前飲有可卡因嘅嘢係潮嘢，而家飲有可卡因嘅嘢係衰嘢。你可以想象 Asa Candler 嗰陣嘅心情，佢用咗成10年時間，使咗幾十萬美金做廣告，將 Coca-Cola 建立成一個好飲又提神嘅國民品牌。而家成個社會突然話可卡因係衰嘢，而佢嘅產品個名入邊有個大大隻字嘅 Coca 擺喺度，想甩都甩唔到。呢個就好似你開咗一間餐廳叫做新鮮原水火鍋，然後有一日全世界發現原係有毒嘅，你話你點算？
你個名入邊有個原字喎，你改名又唔得，因為啲人已經識得你叫呢個名，唔改名又會嚇死人。Kenner 面對嘅困境就係咁，佢想將可卡因由配方入邊攞走，但係佢又唔敢攞走古柯葉本身，因為如果 Coca-Cola 入邊冇咗任何古柯葉嘅成分，咁 Coca-Cola 呢個名就講唔通啦。你叫 Coca-Cola， 但係入邊冇古柯葉，人哋可以告你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話你個名同你賣嘅嘢對唔上，咁你個商標就隨時保唔住。記住嗰個年代咧 ，Coca-Cola 喺度打緊幾千場商標官司嚟保護自己嘅品牌。如果俾人發現佢個名入邊嘅 Coca 根本名不副實，所有嗰啲官司都會即刻翻盤，成個品牌保護嘅法律基礎會一夜之間散晒。所以 Kenner 需要揾到一個方法，一方面攞走可卡因，因為社會唔再接受；另一方面保留古柯葉，因為個名唔可以變成謊言。呢個要求聽落好似我想食件蛋糕，但係又想留住件蛋糕咁矛盾。但 Coca-Cola 居然真係揾到咗辦法。1903年 Coca-Cola 揾到一間喺新澤西州梅伍德市叫做 Schaefer Alkaloid Works 嘅公司。呢間公司後來改名做 Stepan Company， 直到今時今日仲存在。佢哋開發咗一個提煉加工步驟，可以將古柯葉入邊嘅活性可卡因抽出嚟，留低嘅就係一堆冇咗可卡因嘅古柯葉。你可以理解為佢哋將古柯葉入邊嘅靈魂抽走咗，剩翻一個空殼。但呢個空殼嚴格嚟講仲係古柯葉嚟嘅，所以 Coca-Cola 可以大大聲咁講：我哋嘅產品入邊有古柯葉嘅成分，所以我哋叫 Coca-Cola 係名正言順嘅。至於嗰啲被抽出嚟嘅可卡因去咗邊呢？佢哋將可卡因賣俾一間叫 Mallinckrodt 嘅藥廠。呢間藥廠係全美國唯一一間被聯邦政府批准可以將可卡因提煉做醫療用途嘅公司。成個流程係咁嘅 ：Stepan Company 由秘魯同玻利維亞入口古柯葉，佢哋係全美國唯一一間可以合法入口古柯葉嘅公司。呢個特殊安排係同美國嘅緝毒處簽嘅。然後佢哋將古柯葉入邊嘅可卡因抽出嚟賣俾 Mallinckrodt 做醫療用途。再將抽走咗可卡因嘅古柯葉賣俾 Coca-Cola 做飲品嘅調味。呢個安排由1903年一直維持到今日，超過120年啦。Stepan Company 到而家仲係 Coca-Cola 唯一嘅古柯葉供應商，而佢哋間廠入邊到今日都仲有緝毒處嘅探員駐場睇住，確保所有被抽出嚟嘅可卡因全部都交咗俾授權嘅藥廠，一刻都唔會流出去黑市。你唔覺得成件事好荒謬咩？一間全世界最大嘅飲品公司，佢嘅原材料嘅來龍去脈裏面，涉及一個全美國唯一可以合法入口古柯葉嘅公司，一間有緝毒處探員駐場睇住嘅可卡因提煉廠，同一間唯一被批准將可卡因提煉做醫療用途嘅藥廠，全部都係因為140年前一個嗎啡上癮嘅退伍軍人決定將古柯葉放入佢嘅糖水入邊，而佢嘅後人又唔想改個名。如果當年 John Pemberton 隨便改個名叫 Pemberton 提神美味糖水，或者亞特蘭大爽爽飲之類嘅嘢，呢一切複雜嘅安排都唔需要存在。但佢偏偏叫咗 Coca-Cola， 而 Frank Robinson 偏偏覺得兩個 C 字頭好順口，所以120年後，仲有緝毒處嘅人要企喺新澤西州一間工廠入邊望住人哋處理可卡因。你改一個名啫，搞到成個美國聯邦政府都要配合你，你話離唔離譜啊？而 Coca-Cola 官方嘅講法一直都好小心，佢哋話可卡因從來都唔係 Coca-Cola 配方入邊一種被添加嘅成分。你有冇留意到佢哋揀嘅字眼啊？佢哋冇話 Coca-Cola 入邊冇可卡因，佢哋話嘅係可卡因唔係被添加落去嘅。呢個講法嚴格嚟講係冇錯嘅，因為可卡因唔係佢哋攞住一包可卡因粉倒入去配方度嘅。可卡因係古柯葉本身天然就有嘅成分。你用古柯葉做材料，可卡因自然就會喺入邊。佢與其話係一種材料，不如話係一種附帶嘅嘢。呢種程度嘅咬文嚼字，講真，我由衷佩服 Coca-Cola 嘅律師團隊同公關團隊，你哋真係辛苦晒。好啦，可卡因嘅問題算係解決咗，但 Coca-Cola 仲有另一樣嘢需要保護，而呢樣嘢唔係靠法律，唔係靠化學，係靠保密。嗰樣嘢就係佢哋嘅秘方。Coca-Cola 秘方嘅傳說，你可能聽過好多個版本，咩全世界得2個人知道，咩嗰2個人唔可以一齊搭同一班飛機，以防萬一，咩配方從來冇寫低過。呢啲故事有啲係真，有啲係半真半假，有啲係 Coca-Cola 自己故意放出去嘅，
但係真定假都好，呢啲故事成功製造咗一層籠罩住 Coca-Cola 嘅神秘面紗，令全世界嘅人都覺得呢個配方係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嘅存在。而事實係咁嘅，喺 Asa Kendall 年代，呢個配方確確實實係從來冇寫低過嘅，佢係純粹靠口傳嘅。Kenner 將配方口頭傳授俾佢嘅大仔 Howard Kenner 嘅過程有書記錄過，嗰個過程係咁嘅。Kenner 將所有材料嘅樽啊罐啊放喺一間上鎖嘅房入邊，每一個樽同罐上面嘅標籤都被撕走，即係你望住嗰啲嘢係完全唔知道入邊裝住乜嘢嘅。然後 Kenner 企喺 Howard 後邊，逐樣教佢用眼睇、用鼻聞去辨認每一種材料，再教佢每一種要落幾多份量，要邊樣先落，邊樣後落。Howard 要練習好多日，直到佢可以喺冇標籤、冇量杯、冇任何寫低咗嘅參考嘅情況之下，純粹靠記憶、靠鼻、靠對每一種材料嘅認知，準確無誤咁溝出嗰個被稱為 Merchandise 7X 嘅核心調味配方。呢個配方就係 Coca-Cola 嘅真正靈魂，就係令 Coca-Cola 飲落去係 Coca-Cola 而唔係其他雜牌可樂。你諗下呢個訓練過程有幾似武俠小說入邊師傅傳功俾徒弟？密室冇標籤嘅樽啊罐啊，靠嗅覺辨認材料。如果你唔話俾我聽呢個係一間汽水公司嘅故事，我會以為你喺度講緊少林寺傳授易筋經。呢個配方第一次被寫低係喺1919年，即係 Coca-Cola 面世後嘅第33年。33年喎，你由細路仔讀完書出嚟做嘢結埋婚，呢個配方都仲係齋靠個腦記住，從來冇寫過落紙。點解喺1919年先寫低呢？因為嗰年 Coca-Cola 換咗老闆，事情係咁嘅。Asa Kendall 喺1916年俾人說服咗佢去選市長，佢居然仲當選做咗亞特蘭大嘅市長，於是佢就退出 Coca-Cola， 專注市政，將自己手上嘅股份分俾佢嘅仔女。但係 Kendall 幾個仔女之間傾唔埋，有啲想繼續做，有啲想賣酒套現，大家嗌交嗌到七彩，冇人揸到主意。一個叫 Ernest Woodruff 嘅銀行家睇到呢個機會，就趁住 Kendall 屋企人自己打自己嘅時候，逐個去傾，最後用2500萬美金將成間 Coca-Cola 買起晒。呢一筆交易需要借一大筆錢先至搞得掂，而借錢嘅時候，銀行要你擺啲嘢出嚟做抵押。你攞乜嘢做抵押呢？ Coca-Cola 最值錢嘅嘢係乜？唔係佢嘅工廠，佢基本上冇乜工廠，唔係佢嘅存貨。佢嘅存貨就係啲糖同埋提取物，唔值幾錢。佢最值錢嘅嘢就係嗰個配方，所以 Woodruff 被逼將配方寫低，放入紐約一間銀行嘅夾萬入邊做抵押品。呢個係 Coca-Cola 歷史上配方第一次以白紙黑字嘅形式存在於世上。之前嘅33年，佢一直存在喺人嘅腦入邊，存在喺記憶入邊，存在喺鼻入邊，好似一道只用口傳嘅古老咒語咁。而家為咗借錢，終於要寫喺紙上邊。你話呢個配方嘅第一次見光係因為乜嘢？唔係因為科學嘅進步，唔係因為管理嘅需要，係因為要攞去銀行做按揭。全世界最神秘嘅商業秘密第一次白紙黑字化，係因為按揭。你話好唔好笑？後來 Coca-Cola 還清咗筆債之後，佢哋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將嗰份寫低咗嘅配方由紐約嘅銀行攞翻嚟，搬去 Atlanta 自己嘅銀行 Trust Company of Georgia 嘅夾萬入邊。呢間銀行後嚟變成 SunTrust Bank。嗰份配方喺嗰個夾萬入邊擺咗86年，擺到銀行都換埋名，佢仲喺度。直到2011年 Coca-Cola 先至將佢搬去 World of Coca-Cola。即係佢哋喺亞特蘭大嘅主題展覽館入邊一個特製嘅夾萬道展覽。你而家去 World of Coca-Cola 參觀，你會見到一道好大、好氣派嘅夾萬門，裏邊據講放住嘅就係嗰份配方。你見唔到配方本身，你淨係見到道門，但係就係嗰道門已經令你覺得好興奮啦，因為你知道你同全世界守得最嚴嘅商業秘密之間，只係隔住一堵鋼牆。呢個就係 Coca-Cola 嘅高明之處，佢哋將一個其實化學家有辦法拆得開嘅飲品配方，包裝成好似考古學家喺古墓入邊揾到嘅遠古寶藏咁，而全世界嘅人都信咗呢個故事。你知道點解我哋會信？因為我哋人類就係中意神秘嘅嘢，中意秘密，中意覺得有啲嘢特別到要鎖喺夾萬入邊。
Coca-Cola 唔使真係好神秘，佢只需要令你覺得佢好神秘就夠。而你睇下佢做到幾成功。你而家聽到我講呢段嘢嘅時候，你心入邊係咪都有少少好奇嗰份配方到底寫住啲乜？你睇，連你都中招。Coca-Cola 官方嘅講法，直到今日都係得2個高層知道完整嘅配方，而呢2個人唔可以同時坐喺同一架飛機上邊。呢個規矩係真定假呢？有人話係真㗎，有人話係 Coca-Cola 自己放出嚟嘅故事嚟增加神秘感。但你知唔知真定假根本唔重要，重要嘅係全世界都信咗呢個故事。而一個被全世界相信嘅故事同事實嘅效果係冇分別嘅。呢個亦都係 Coca-Cola 揀咗唔去申請專利，而係用商業秘密嚟保護配方嘅原因。如果你申請專利，所有人都會知道你嘅配方係乜，而且專利有期限，到期之後任何人都可以用你嘅配方。但係如果你當佢做商業秘密，你就可以永遠保持嗰種神秘感，而神秘感本身就係品牌價值嘅一部分。Coca-Cola 揀咗唔申請專利呢個決定，可能係除咗個配方本身之外，佢哋做過嘅最聰明嘅決定。你諗下，一般公司攞到一個好嘅配方，第一件事就係衝去申請專利保護自己。但 Coca-Cola 反其道而行，佢偏偏唔申請，因為佢知道一個被鎖喺夾萬入邊嘅秘密，比一份擺喺專利局度任人睇嘅文件值錢得多。秘密嘅價值唔係嚟自佢嘅內容，而係嚟自冇人知道佢嘅內容。不過講到保護商業秘密啦，有一單嘢我覺得好有趣，一定要講啊。2006年 Coca-Cola 喺亞特蘭大總部嘅一個秘書叫 Joya Williams， 佢同另外2個人合謀偷咗 Coca-Cola 嘅機密文件同一支新產品嘅樣本，然後嘗試用150萬美金嘅價錢賣俾 Pepsi。150萬美金喎，你諗下一個秘書可以攞到嘅人工有幾多？佢覺得自己揾到咗一條發達嘅捷徑啊！你估 Pepsi 嘅反應係乜？買咗。如果你以為 Pepsi 會買，你就太睇低 Pepsi 啦。Pepsi 收到呢個消息之後，第一時間打電話，唔係打俾自己嘅律師，唔係打俾自己嘅老闆，佢哋第一時間打俾 Coca-Cola 同埋 FBI。Pepsi 舉報咗嗰個想賣秘密俾佢哋嘅人。你諗下呢件事有幾出乎意料？你嘅死對頭嘅員工偷咗你死對頭嘅秘密嚟賣俾你，你嘅第一反應唔係太好啦，等我睇下，而係我要報警。Pepsi 點解要咁做？因為 Pepsi 自己都有商業秘密要保護。如果今日佢接受咗偷翻嚟嘅 Coca-Cola 秘密，聽日就可能有人偷 Pepsi 嘅秘密去賣俾第2個。呢啲嘢你一開咗個頭就收唔到，所以 Pepsi 寧願做一個啱嘅決定，都唔願意貪一時嘅着數。FBI 跟住設咗個局，派探員扮 Pepsi 嘅高層，約咗 Joya Williams 出嚟交收。Williams 帶住啲文件同樣本出現嗰一刻就被當場拉咗。負責呢單案嘅檢察官講咗一句好出名嘅說話，佢話 Pepsi 做咗啱嘅事，因為商業秘密對所有人都重要。如果商業秘密俾人偷，所有公司都會受害，成個市場都會受害，成個社會都會受害。呢件事教識我哋一樣嘢。Pepsi 同埋 Coca-Cola 打咗成世可樂戰爭，喺廣告度互串，喺超市度互相搶客，喺餐廳度互相踢走對方嘅汽水機。但一去到商業秘密呢條底線， Pepsi 連諗都唔使諗就企喺 Coca-Cola 嗰邊，因為有啲規矩係大家都要守嘅。你同你嘅對手打到幾你死我活都好，呢啲規矩你一旦唔守，成個遊戲就冇得玩啦。你可以喺球場上邊踢到對方碌地沙，但你唔可以喺佢更衣室偷佢嘅波鞋。呢條界線 Pepsi 守住咗，而 Coca-Cola 應該感激 Pepsi 守得住。所以到呢個階段咧， Coca-Cola 已經成功解決咗可卡因嘅公關危機，建立咗一個令全世界着迷嘅秘方傳說，擁有一個被最高法院認證嘅商標，一支全世界最出名嘅樽，同一個覆蓋全美國嘅裝樽商網絡，所有嘅地基都打好啦。而接落嚟登場嘅呢個人，會將呢啲地基起成一座真正嘅帝國。呢個人就係 Robert Woodruff， 一個被叫做 The Boss 嘅人，一個將 Coca-Cola 由一個美國品牌變成一個地球品牌嘅人，一個統治咗 Coca-Cola 超過60年嘅人。佢嘅故事，我哋下一集征服世界同可樂戰爭再講。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想請我飲杯咖啡，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一杯咖啡就當俾我沖返啲電，繼續拍落去。